传出对病患的器官捐赠同意时伪造文书，检控约谈7个人，有2名医师以10万交保。2年前5月，巴勒斯坦查某囡仔当着以色列攻击不幸罹难，将以色列国防军公开承认这件代志，准备展开刑事调查。高雄一个查甫人竟然把病机轮椅改装变做电动轮椅，大呢大司机骑来路里，甲轿车咧拼速度，警方讲已经违法，上悬罚3000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0日中昼新闻，我是柯家族。高雄有民众看到一台电竞病机的轮椅，红改装做电动的，伫车路顶悬爬走，而且这速度是真紧，看起来真危险。病院表示，民众把这病机照出去的轮椅塞去改装使用是无允准的。警方嘛讲，这款行为已经违法。一个查甫人坐轮椅，速度袂输乌多摆，甚至有时佮甲汽车并紧。高雄有民众则被伫咧高雄中间病院附近的公园路，看到这台轮椅驶伫咧车路，敢若甲车辆咧拼速度。这明明是病院的轮椅，煞改装加一点变做电动轮椅驶上路，民众看到是拢感觉真危险。这个不 OK 吧？因为它电动的，至少它操作不一定好用啊，而且很危险啊！你在马路上这样子跑，车流量那么大。这台驶上路的电动轮椅应该是属于中间病院的。院方表示，病院提供的轮椅，民众只要登记，唔免押金就会当借来使用。这个民众无甲轮椅行倒转来，佮家己改装做电动的，伫咧病院外口爬走，实在无妥当。而且警方也讲，这已经违法。该名男子在未划设人行道之道路不靠边通行，违反同条例第78条规定，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林部分局表示讲，亲像轮椅的行动辅具，若是改装，已经无符合医疗器材规范，而且佮驶上路，警方认定这是非属汽车甲动力机械的动力载具，违法是会当罚1200块至3600块。记者顾兆勇高雄报道。在台南有一间病院的奥多摆停车场，有民众发现要入去的出入口上过矮，对新庄朋友是无解纠正。新竹团体嘛指出，若停车出入有问题，有一寡病院都咧要找一间友善的无障碍便所嘛有困难。病院回应，目前这停车场也咧整修，会阁来调整动线，打造友善的就医环境。在台南这间病院的机车停车场内底虽然有画无障碍的停车位，不过详细看出入口煞真矮，嘛有坐轮椅的民众讲，捌伫出入口等几步，无人甲开门通出去，呼吁病院通爱重视心诊障碍者的用路权益。面对外界质疑，病院出面驳回，停车场对今年初开始整修，目前陆续咧增加车牌辨识等系统，针对动线顶问题，嘛已经咧研议改善的方案。身心障碍者那种特制的机车，让它有一个停车的空间，因为它大概要占到一般机车位的2个位置，所以那个位置它有它的规定，就是225乘以230，就是它的大小的规格。我们车牌辨识系统进去的时候，是车牌感应进去之后，那要出去的时候是另外一边，那可能以对一个使用轮椅的身心障碍病友来讲会相对不方便。那其实我们停车场有专任的管理人员，那也有旁边也有那个呼叫铃，其实是可以请求协助的。除了停车场动线引起讨论，新竹团体嘛指出，日常生活当中无障碍设施也真欠缺。那部分病院新竹便所空间有较矮，致使因出外佮订找无适合的便所通用，拢得靠他家己的优先地图，也是去派出所和特定机构借便所。像这种如果空间不足，对我们来讲很难使用的话，其实对我不方便，我就会考量这家可能就不来了，可能换另外一家。院方回应，针对病友反映的意见，目前会甲相关单位讨论，重新做调整，未来嘛会继续检视病院的硬体设施，真正落实友善的就医环境。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有民众伫咧家己看到一台中国制造的座舱式电动三轮车伫咧路里走，甚至佫挂着青色的电动车假车牌。民众甲翕起来打去网络，是引起众人讨论。那监理所甲警方拢表示，照咱目前的法规，这款车袂使伫咧路里走，挂假车牌嘛已经违法。
正我在点光啊，这台有座舱的电动三轮车，慢慢啊瓦边啊停落来。之前有民众翕到这台车在路面在驶的相片，放去网络引发讨论。这台中国制造的车在当地方叫做是老人乐。来到座舱内面，有冷气，有乌托邦用的hand道路，和咱国内特别开放的驾乘乌托邦采用的hand道路专用系统无同，加上无通过交通部车辆行驶安全审验，袂当上路。它不属于我们汽车、机车，或是它是属于微电车哈。那我们现在微型电动二轮车是属于二轮车辆，那这辆车应该是它是属于三轮的，所以在台湾是没办法领牌的。那个车后边佫挂青底电动车牌，车主承认讲这是家己打造的。因为我那个工作地方那个停车场要有车牌辨识，那我有登记我的机车车牌，那我就想说，那我弄一个牌子，让它辨识我上下班进出可以。该车车尾悬挂亚克力号牌，外观足以使人误信为监理站发行号牌，构成行驶伪造号牌。车主讲，这台车是2022年联络中国在买的人，对方介绍伊转甲台湾的业者买，进口的时阵佫有纳关税。报关进来的时候，他海关不知道这个车要扣多少税，所以呢，这个大概压了3万多还是5万的税金在那边，然后到最后核定的结果是14000还是2万4，我忘记了。不过，关务署对车主的讲法是表示保留，讲会进一步来查明是安怎进口的。因为目前中国制造的重型奥多麦，规台车含엔진拢属袂当输入的项目。真正嘛有业者是对中国进口重型奥多麦的零组件分配输入台湾，才伫国内组装。经济部贸易署和财政部关务署这机构佫成立联合小组去查缉靠车而且追查输入的管道。海关在贸易管理政策上呢，我们都会配合国贸署的相关规定，发动联合查缉。国务署嘛表示讲，目前中国一个小客车规台车底盘和奥多麦规台车引擎等等，拢属袂当输入的物品，有进口需求的，必须申请专案输入，而且经过货品的主管机关审核，符合专案输入的条件，亲就是少量、特殊需要，还是国内无产制才会当来进口。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查某人甲男朋友分手，所发现家己有失。113年11月，伊家己甲婴仔生落来了后，所直接对11楼甲拼落来，一条性命都安尼无去。检方按照成年人调降对儿童进行杀人罪嫌起诉。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审3天，昨一审甲判4年6个月。穿乌衫线鞋的查某人判决听说，含律师快速离开法院，对媒体的问题拢无回应。线鞋查某人伫2024年11月涉嫌甲拄啊出世的后生按11楼房间的塔门，车落去社区的花亭，一直到迄天9点才到花亭，已经死亡的查甫婴送病院。检方照成年人调降杀害儿童罪甲起诉，国民法庭伫19照刑度较轻的刑务杀人罪。判4年半。其实主要的政治重点是在于说，到底当下的情况有没有到真的不得已的选择。有律师认为，国民法官应该是照被告迄阵的心态做判断，不过这种判断是真歹讲。若是检方上诉，二审法官可能会无同见解。检方调查，24岁姓谢查某人伫2023年9月，甲姓曾的前查甫朋友未婚生一个查某囝。2024年3月，2个人分手。不过分手进程，姓谢查某人佫已经有第2胎。同一年11月，想讲，由前查甫朋友叫伊做保证人，贷款100万，说无爱摕钱出。就会认为，律师案件的当事人应有经济感情照顾这寡压力，长期压力大来做唔到代志，主张伊是犯刑度较轻的刑务杀人。为民众出面来指控，讲有一位姓詹的查甫人，去年来招人投资某一间平基美食街打柜，讲会当固定食红。遮侪人是投资几落10万，不过分红2-3届了后，就无消无息，人嘛失去联络。现在这投资者已经做过甲警方报案。这投资的民众伫遮是因为高雄美浓传出若像集体投资的争议，有几个民众19出面指控讲，有一个姓詹的查甫人伫高雄某一间便宜的美食街，咧经营中国挂包的单位，招因做伙投资，金额为10万至50万不等，嘛约定的固定分红，想袂到煞一场空。投入了20万，那时候是有承诺说每个月会给分红，今年的4月份有拿到后续，到现在就都没有再拿到。开幕的日期一延再延，然后后面分红也是
反正我后面也是周转不了，我就说那我投10万就不要投了。有一位赵先生，因为拜登熟悉这个细赞的查甫人，去年7月份开始分2期投资10万块，对方跟他汇3届，拢总5000块的分红了后，就找无人。因为这个细赞的查甫人有喙水，佮因为对人的信任，连合约都无签，就决定投资。这个细赞的查甫人，因政府的亲戚朋友，嘛去互伊投资饮料店等等的理由，互伊拐上8万去。我个人就将近400，我这边的话是饮料店，对，他有让我姐去搜寻，但是店面根本就没有开。这个细赞的查甫人一直疯找无人，投资的民众现场用赖打电话甲伊联络，对方一直无接。后来记者打电话嘛转去因信箱，投资的民众这几天甲在地派出所报案，讲因诈欺。民众报案，指称遭征信男子以投资名义诈骗，其中有人投资餐饮生意，后因店家歇业未获分红而察觉有异；另有民众则遭以投资买房、车行等项目为由，陆续投入资金。收受投资金额的一方有没有依约去开设餐厅？如果有依约去开设餐厅，就不会构成诈欺；如果没有依约去开设餐厅，就会构成诈欺。来到病院的美食街，单位的扛棒虽然要伫哩，不过已经无做几个月啊。这个细赞的查甫人却无主动通知投资的民众。警方讲，后续会针对投资的内容、甲资金等等来调查，依法移送检方侦办。若双方投资的纠纷，律师建议讲会当照契约的关系，向民事救济的方向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经过案局姓赵的中校，在退伍了后去别流经营旅游业，却变做泰资集团的诈骗共犯，而且检调去超期的手机啊，佫发现伊去做中国的间谍，提供别流支持台湾的情报甲外交行程。检方认定有重大的国安危害，按照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该起诉。泰资集团逼出伫台湾洗钱上百亿的弊案，经过案局细招的中校，却变作诈骗的共犯。伫咱国的友邦逼流经营旅游业，伫疫情的期间涉嫌提供当地的度假村，和泰资集团当作是洗钱的水房，红列作被告，以120万交保。检调深入追查，发现细招的中校早就和中国单位 GBD 公共文化外交交流中心吸收，变作中国的间谍，分别伫2021年4月、5月期间接受指示，探听逼流伫世界卫生大会 （WHA）。支持台湾的相关提案和结果研判，向中方来汇报。2022年3月，佮探听逼流主办咱的海洋大会的证据，提供中国咱代表团的人数，带队的官员带续顶主席。对抗的是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没有想到呢，退伍30年去帛琉做生意，竟然甘愿当诈骗集团的共犯，也甘愿当中共的走狗哈，背叛自己的国家哈，这是非常让人家唾弃，而且不可原谅。检调调这细招的手机对话记录，掌握伊替中国做情报工作的证据线索，新的地检署侦办，指出讲这非机密资讯经过整理，同款是有重大国安危害。19照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甲细招的起诉，会当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分析过去对中国间谍案，重点是抗敌敢有漏泄机密，不过这样会当看出，就算是网络的公开资讯，只要有搜集的行为，那有可能危害国安面对刑责。比如说，我们跟帛琉有什么这个在，譬如说大家在协商的这些问题需要解决的这个困难的时候，当然这些跟帛琉的这个困难点啊，当然也就会可以成为中国利用来拉拢帛琉来打击台湾的。公安局的报告显示，讲对去年到今年3月，中国间谍案起诉58个人，现役退役的军人就占一半，反映出中国是针对退役的军事政治人员做吸收的重点对象。或者认为讲政府应该加强对退役人员的管理，避免出现国安破口。记者综合报道。9合1的大选已经进入倒达算100天。中选会今仔日是打出选举公告，宣布今年的选举人数大约有1965万人，其中有60万人是头届投票的。而伫这 AI 快速发展的情形下，中选会8月也特别来成立深贵影音防治专案小组，甲检警司法部来合作，避免这变做影片会冲击选情。21月28投票日剩100天，中选会主委尤英良亲身把2016 9合1大选的公告打出来，宣布今年选举的人数大概有1965万人，其中大概有60万人是头一摆投票的，预计有8906个选区，而且有30万的选务人员。同一天选举产生的地方公职
人员的数量，以及选举种类、选区、选票以选务工作的复杂程度而言，堪称是地表上规模最大的、最复杂的民主选举。强调讲会用办喜事的心情来筹备选举，毋过伫咧 AI 快速发展，中选会8月嘛成立深伪影片防治专案小组，甲检警、司法部斗阵合作，避免假影片影响到选举。我们是未雨绸缪啦，好，那我们也不能够过度的这个去强调这些部分，因为这个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也不见得是好事情。世界各国的这个声为影音去冲击选情的都有利这个候选人可以用电子方式啊，透过这个网站来通知这个网络平台业者，以加速这个声为影音的离出。也若立法院通过变形、废除非核家园，还有交通法官专用3项公投提案，尤英良就指出，审计委员会会延到28召开，会严格审查是毋是成案。不过伊嘛强调，若是大选和2项以上的公投斗阵投票，开票都会翻点。111年9合1地方选举加1项修宪公投，最后开完是晚上11点40分，2个那一定当然是过午夜了。那3个大概就是1、2点。也若被动团提出的一票多案公投法修法，尤英良搁再强调，立法若伤过逼迫，对选务会造成真大的冲击。最近嘛经去国党团拜会，希望表达万请立法爱甲立场登记讨论号召文。记者综合报道。2年前，有一个5岁巴勒斯坦查某囡仔伫咧加沙撞到以色列的攻击，当受困的时阵有敲电话去喊救命，留下一段录音。不过最后，伊甲来救济的人都不幸罹难。伊的故事和导演合作电影，将以色列国防军嘛头摆承认这件代志，讲会展开刑事调查。穿桥式的洋装，头壳顶搁戴一个头毛箍啊。5岁巴勒斯坦的查某囡仔辛迪，伫咧镜头头前，手插伫咧腰，看起来真有自信。伫咧翕相机头前，伊拢是安尼笑眯眯。毋过即个单纯的囡仔，竟然嘛真做庆下的亡魂。时间转去2014年1月，伫咧加沙市，当时辛迪甲伊厝内底的人，去互以军要求驶车离开加沙市。伫咧半路中，去互以军用大炮攻击。当时车顶有真侪位亲人当场来死亡，敢若剩15岁标志甲辛迪活落来，2个已经惊甲神魂无调体查某囡仔，伫咧亲人的遗体边啊，甲手机摕出来，卡互巴勒斯坦的红新月会来喊救人，嘛留下70分钟的录音。对话内底会当听到一声搁一声的庆声，会当想到当时2个姐妹啊是大阿年啊兄兄。就伫咧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了后，所有的人竟然拢失去联络啊！伫咧12天后，包括辛迪、标志、厝内底的人，甲真侪位救援人员的遗体，才去用找到。现场的汽车至少350个清空，这嘛是平民甚至是囡仔去互杀害的证明。辛迪死亡的消息，互国际社会是非常的愤慨。多尼西亚的导演卡劳瑟尔宾汉也，把伊的故事拍做一支纪录剧情片《辛迪之声》，伫咧去年摕到第82届威尼斯电影的评审团大奖金狮奖，嘛入围奥斯卡，也个英国电影学院奖等等重要的奖项。导演形容这支片是一个关系武力感的电影，毋过嘛是行动的呼吁。伫辛迪过身的2年半后，以色列总算对这件代志启动调查。以色列的国防军19发表声明，讲 IDF 有义务调查战争中间发生的特殊事件，嘛委托军事警察刑事调查处来展开刑事调查。毋过辛迪的阿嬷讲，因无相信以色列的司法机构会当还予因一个公道。احنا كعائلة ما نطالبش بس بحق هند جزء من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جزء من أهل غزة. احنا بنطالب بحق هند وبحق أطفال غزة بأكملها، بحق كل حاجة بتصير من أحداث أو جرائم ترتكب بحق أهل غزة. 辛迪的阿嬷嘛呼吁，除了对伊的乖孙去用杀害的过程做调查以外，国际社会嘛应该针对以下战争中间几十千个加沙囡仔去互杀害的事件来启动调查。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
美国总统川普19是再次强调，伊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交情正好，嘛批评南韩无愿意协助美国来对抗伊朗。川普讲，今年可能会搁甲金正恩会谈。若金正恩的小妹是讲，美国缩减军演未改变这军演威胁北韩的本质。两位领导人最近是毋是有联络，伊无清楚。美国总统川普19参观北京新起的直升机停机坪的工程，也伫有空总统帕吉的花岗岩签名。川普介绍北京整修计划时，讲到伊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真好，今年也会甲金正恩会面。川普也讲到北韩有57粒真厉害的核武器，引发外界的关注。The fact that I get along with him, 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 He has 57 very powerful nuclear weapons.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to happen. They should have never allowed it. If I were president, I wouldn't have allowed it. But he's got them. I get along with him very well. 川普16日时讲，因为南韩无愿意协助美国应用伊朗的战术，下令缩小美国甲韩国的联合演习。军演提前第2日结束，比原本早1礼拜。外界分析，川普除了向南韩施压，也可能是向金正恩表达善意，让北韩愿意重新谈判。尤其美国甲伊朗的战术无进展，甲金正恩重新接触，可能让川普找到外交突破的好机会。Now, I didn't like the fact that we're doing these massive military exercises really against North Korea. It was an exercise against North Korea. When I'm friendly with him, when we have, I don't see anything happening for certainly 2.5 years.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with me. But I don't see anything happening. And I was not happy when South Korea said, no, they're not interested in helping us with the Hormuz Strait. 不过，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19透过北韩的官媒表示，虽然美国甲北韩的领导人交情好，不过缩小军演并无代表军演都无得意，都唔是咧起空。伊也表示，伊唔知影两国领导人最近敢有联络。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甲金正恩会谈的时间，分析是今年11月 APEC 期间。地点可能是中国侵入，不过相关的规划该确认。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译。因为甲加拿大有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原本决定对19开始要对加拿大加扣50%的报复性关税，要延后3天，这也让两国的紧张情势有较长好。美国总统 Trump 8月19日喺北京证实，原地美国时间19暝时生效，对加拿大要扣50%的报复关税，已经正式延后3天。We delayed it for 3 days because I think we have a deal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good deal for everybody. So that's good.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有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19日喺华府，拢对订定最后协议文本真有信心。We're very happy with where we ended up. We needed to protect supply management. We needed to ensure that the supply management regime remained entirely intact, and I'm confident that that's the case. 美加两国的高级贸易代表，当地时间17到18，伫美国华府进行11点钟的最后谈判。双方针对汽车关税调降、年制品配价等等核心争议进行真激烈的讨论。这当中，川普甲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也直接通过电话。川普18暗时伫社群媒体答文，宣布达成协议，关税延3天扣。卡尼也低调证实谈判有实质的进展。Trump 今年7月20日，以不满加拿大长期对美国产品实施歧视性、无平等的贸易态度做理由，决定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对加拿大加扣50%的关税，包括酒类、年制品、红门头、服装，也有曲棍球装备等等。根据上新的谈判的进展，加拿大有可能对美国农产品、年制品来开放市场，取消对美汽车的报复性关税，而且解决部分加拿大省份和卖美国酒的问题。另外，要予拜登政府划停的基础跨境送油管计划，嘛有可能在这项协议当中重启。目前，加拿大代表团已经回国进行最后的文件确认。若准文件无法度及时定案，这批关税有计台湾时间8月2日中昼12点01分有时会生效。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台中的公园路昨暗熊熊有路树倒去对着这路边当咧执勤的2位员警，加在这2人是家己脱困，敢若受到轻伤。另外，这南投伫个昨尾暗暝大雨是造成真侪所在浸水，其中伫个岭西路各有水管呛起来车路顶悬，加在无人受伤。
救护车赶到现场，紧甲伤者送病院。两位互枪下底着伤的是当日执勤的警员。来到3天的警员，哪指挥交通，哪卡至现场的状况。早到暗时10点外，台中市中区三民路甲光远路的路口，有路边的树仔向倒去。苏当时市区拄到大雨，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3位警员洗车当咧巡逻，经过迄个所在，发现车路有落落来的树瓜，可能阻碍交通。2位警员随落车，甲树瓜刷去路边。另外1位警员是留伫后壁注意交通，不过树仔煞向倒落来。直接快倒了，足紧的。没有，他直接嘣就倒下来。是，就是警察车就在旁边了。有一个警察受伤了，已经送那个救护车已经送走了。2位警员调伫遐5分钟了后，家己爬出来，加载干那小可刺伤，送病院处理了后无代志。也若敢是因为病痛害，还是其他因素致使树仔倒去，市府的建设局会过去了解。另外，南投地区遭到暗头仔的大雨，致使市区真侪所在积水淹水。这样，它停在这里。南投市10到下晡4点外落大水雨，经过的车只有是驶较慢的，机车也无法度过。也若这场大雨造成军公里真侪所在淹水，也若伫岭西路的产用的大水管也互冲去车路，民众是真无奈。文昌街附近到复兴路这里就积水，就很大，就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啊，就变成这样了。当地农民讲会赶紧看水管敢有算转去，也若刷落来个几落工，可能也是会落大雨。民众烦恼，若搁落大雨，可能会搁较吃力。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来关心天气，受到西南风变强甲低压大影响，各地较高度大雨。宜兰有卡车司机技术无注意到，因为大雨宣布停工的通知。今仔日透早要甲这卡车开去对岸，受困伫咧溪底，加在路尾有脱困无受伤。另外，针对离咱台湾也有3500公里的沙丁尼风台动态，气象署嘛有来做说明。目前的结构其实还是在整合中，所以近期的一个强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一个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那预计它在未来其实向西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其实相对的海气条件应该是比较良好的，所以它的一个强度会有逐渐的增强到中度或是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沙丁尼风台未来会向西北西行，预计后礼拜2会来到日本琉球的东港海边，是不是会影响台湾，佫需要密切的观察。另外，因为西南风甲低压大影响，台湾各地会较高度大雨，请大家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注意防灾。因为受到这西南风的影响，屏东地区对昨暝开始落雨，到天要光的时阵，佫有短时间上大雨，造成这屏东市一间幼稚园的门口积水是差不多有半个人悬，好在囡仔上课的家长是感觉真无方便。因为这幼稚园的土地是空军的，所以就要由军方来改善。目前是先放一台抽水机来协助排水。连进校门口都淹水。家长早起要送囡仔去幼稚园，结果通对校园的路面拢是水，车驶慢慢嘛是有水丘。屏东地区对19暗时开始，就雨一阵一阵，天要光时，佫有短时间大雨，结果造成屏东市区这间空军的幼稚园门口淹水，较低所在甚至淹到要脚头，因为只要上大雨，门口就会淹，互袂少家长感觉困扰。对，会积水，下雨我们就可以开进来。如果车子比较低的话。对啦，那你就是陷下去。对。它就是水会积在。好像长期都这样子了哈，很久。下雨时候很久。幼稚园表示，112年成立了后，便若拄到短时间上大雨，门口这地形低，就熬淹水，爱等雨停就会慢慢消透。进前家长就向幼稚园反映，不过状况拢无明显改善，因为幼稚园的土地是属于空军的，改善工程嘛是爱由军方来主导，园方无权利施工，连边仔的清洁队人员嘛爱撩水巡视。这个地方是一个算是个尾端，所以它排不出去。那目前军方是有准备那个马达在那边抽嘛，用抽送的方式。对，那目前这块土地是还是军方在管养，我们只是借他们土地来做一个临停这样子。南部地区目前搁伫低压带范围内，而且西南风变强，气象署提醒南部地区对20开始到23礼拜，落雨时间较长，会有阵雨也是雷公雨，各地天气也是真无稳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三军总病院爆出疑似器官移植的违法案件。去年有医师明记知影病患毋是破病死的，所无经过检察官的同意，就违法来做器官的移植，涉嫌伪造文书。检方昨是来约谈7位相关人士，其中有2名医师是分别以10万块交保。三军总病院发生疑似违法器官移植的案件。去年台北市一个患者意外伤甲真严重，伫要脑死的时，三总的医生无经过检察官相检甲同意，就大主大意甲眼感冒贴落来，予失明的患者。事后申报的时，将意外死亡改做是破病死亡，涉嫌伪造文书。士林地检署19敲催约谈7个人到案，其中4个人封特做是被告。问话了后，2个医师拢用10万块来交保，其他的请回。那这嘛是国内头一站医生因为疑似牵涉违法器官移植去放侦办的案件。本件系本署检察官办理相验案件时发现，被告等人涉嫌于民国114年间，在器官捐赠移植相关登录系统登载不实事项。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病人过往了后器官捐赠的流程，这临床的协调人员会到整合系统来确认配对的名单，并且通知顺位的病院甲医师。若准病人毋是病死，或者是有可能毋是病死，病院拢应该通报地检署依法来相检。若准同意，才会使来做器官移植的手术。医院这边会有一个调查报告之外，我们其实针对像这1-2年，我们也都针对 OPO 的一个网络医院，我们都会很积极的跟法检这边来进行沟通。如果他明知非病死，也不找检察官来做相验，那这个也有违规的问题。如果是确定有这样的情形，就会有这个罚款9万到45万。三总是发声明驳回，表示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程序，病院内底相关人员拢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并无外界以为这是牵涉疑似器官移植的弊案，呼吁外界毋通看一个影生一个囝。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政府宣布扩大回港登记的美债，大股20开盘就开始起。专家分析，大股卖压力悬在，后续阁需要观察。那美国公债利率进前捌因为油价等等的关系，捌起真悬。即摆美国财政部采取回稳措施，后续的影响阁需要观察。美国财政部宣布要来扩大回购登记的债券，嘛，互股市对咧起去礼拜三，美国4大指数是起的较侪，跌的较少。也毋过科技类股为主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是收乌，台积电 ADR 嘛是收低。市场安尼起起落落，带动台股大盘伫咧20是开悬，虽冲起伫45160点，尾也是起无遐侪，盘中上加到44446点。台积电同款是开悬，盘中上悬捌到2370块，依持伫咧观点。利空还没有完全解除哦，这个尤其是中东的局势还没有缓和下来的话，那投资人会担心，就是说，如果战争再起的话，这油价会往上走，推升通膨，那美国联准会可能又会再升息。专家分析，台股倒回压力嘛是搁低的，短期内是呈现整理的趋势。不过附近的亚股是受到刺激，韩国股市是开悬行悬，盘中上悬大起超过400点。日本股市盘中起要上1000点，早盘是收悬。即马市场非常关心的就是美国最近财政的红利，也有发债量增加，加上通货膨胀、油价、地缘政治等等的基础，投资人甲长期的债更加背调。美债殖利率冲悬，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搁要冲去到5.3%以上，创下2007年以来的高点。即马美国出手就是要避免大家烧钱的卖债券。现在的美债的无风险报酬如果将近5%，那对于股市的这种估值来讲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那亚林这边因为都是以科技供应链为主，这种高成长股其实对于这种估值的压力来讲就会明显的更大一些。接下来看起来，这个在长债端的这个利率的波动应该有机会比较稳定一些。学者分析，美债殖利率冲悬，加上科技公司长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地区借钱的成本冲悬，大大增加债务成本的压力。另外，各界对着科技公司估价价值伤过悬的烦恼，有可能会搁行，进一步引发外资将台股背调，冲击经济，这就需要长期定睛来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宝山乡的脚踏车道工程目前正在装电khí设备，不过市工厂商最近发现有46支电khí条的电缆线和插头偷摕去，经过清查，这损失是大约100万，目前已经向警方报案。这个都被剪掉了。对，都被剪掉了。
甲电火条下开挂开开，内底电线拢已经互人加长，连电源供应器、变压器这设备拢已经无去。经过清查，拢总有46支电火条的电线相关设备，互人偷摕去。初步估计损失大约100万，损失将近100万。那这个是单纯的损失，那还没有计入我们未来要回装，我们要装回的这样的一个维修的一个费用跟机具人力各项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个行为非常不好，而且我们影响了我们民众这个未来这一个骑脚踏车的一个安全。这是新北关宝山乡的脚踏车车道，最近车道当咧牵电火，增加照明设备，结果厂商也隔咧施工，半暝就拄到贼仔来加长电缆偷摕零件，目前已经通报警方处理。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将积极查缉到案，厘清案情，依法就办，同时持续加强巡逻，防治不法。本分局呼吁民众务必提高防窃意识，如遇可疑人事物，请及时通报警方。宝山乡公所指出，因为现场无监视器，烦恼若是随个提新的电线甲了来，恐惊会有搁再着贼偷的风险，所以打算先增加电源了后，才会施工，确保设备的安全，也强化民众来遮骑铁马的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彰化县对2024年开始，伫彰化分园龟段甲河尾成立5个照护社区巡守队。彰化市的大丰社区伫今年3月份，嘛头摆来记录着照护的影像。那县府今年嘛来扩大举办照护生态服务给付的项目甲范围，希望会当鼓励农民甲居民用行动做过来守护、保育类的照护。透过监测的相机，清楚看到一只石虎行过草坡。这是彰化市大丰社区2024年成立巡守队了后，头一届记录到石虎的影像。彰化县今年开始，陆续伫彰化市的大丰社区、分园大德社区、河尾镇的嘉宝社区等5个社区成立石虎巡守队。大丰社区伫今年3月开始连续翕到石虎，5个社区巡守队拢已经有石虎出现的记录。一定要换所在，因为怕有的地方有野狗。有野狗出入，师傅就不会接近。应该他若到即马1年外哈，然后就1年附近发现到啊。伫3月份的时阵出现，到伫真正6月底的时阵嘛，伫附近出现吼。代表讲吼，其实遮的环境嘛做了好的话，其实伊离咱比如讲市区啊，还是讲台湾种高密度的迄个住宅区，其实是拢做歪的。保育人员表示，彰化市大丰社区虽然挖山区，但是徛过济，人类活动嘛真接，会当翕到石虎真无简单。今年彰化县府嘛要扩大举办石虎生态服务给付的范围甲项目，希望透过巡守监测、自主通报甲友善农地方式，鼓励社区居民甲农民做伙加入保育的行列。我们今年也会推动友善耕作。就是找当地的农民大家一起，除了社区守护石虎，让农民友善耕作，一起大家共同来营造石虎的友善环境。县府表示，石虎是台湾用要绝种的保育类动物。今年除了原本的社区巡守队，农民也配合友善耕作，嘛会有奖励金。透过监测资料加友善环境的营造，会当更加了解石虎活动的范围，嘛望降低人类活动对石虎的影响。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因为这不法的业者定都会利用透早半暝的时间，伫咧偏僻的所在乌白倒废弃物。云林县政府都来修正相关案件检举甲奖励办法，甲这检举的奖金提悬到50%，希望会当来提升查册的成效。黑红的报道媒体网啊，就是要避免民众甲处理的粪扫乌白片，毋过详细看边啊，要是有真侪家用的粪扫，现在来到较偏僻的产业道路，过去嘛是定咧放乌白片的所在，目前拢已经加装智慧天网24小时监控。外来人比较多，特别多外来人在那些废区，就是拆房子的东西啊，啥的东西，那种瓦片啊，都到那下面。最近这几冬有真侪歹心的业者，趁天未光也是暗时人较少的时阵，把废弃物乌白拼伫咧森林偏僻的所在。为了强化全民监控机制，甲弥补稽查人力无够的问题，云林县府已经推出修正云林县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案件检举甲奖励办法，要甲检举的奖金提悬。针对县内非法弃置废弃物，提高检举奖励金发放比例。
且实收罚锾达新台币1200元以上者，其发给奖金比例最多提升至实收罚锾之50%。总上主席比好用夫应该是有啦，一定会有人会迄落的啦。当然有这个政策，人就意愿会较悬。环保局表示，打击环境犯罪需要全民斗阵来参与。官府嘛希望用提悬、减记、奖金的方式，加重罚款，让全民参与的机制会当更较完整咧。嘛呼吁地主甲土地管理人爱甲维护管理的责任担起来，唔通甲土地凊彩交予歹心的业者黑白母，避免违法。记者综合报道。做兵进前通常拢会剃头，而根据国防部的规定，这新兵人骨头总是爱剃甲剩0.3公分。今仔日道兵团开记者会来质疑这项规定，若无法律的根据，嘛强化性别的刻板印象。做兵进前拢爱剃头，已经退伍的赖永成因为不满做兵的时，互军方强制剃头，去告国防部要请求国赔。今年5月，二审互法官认定无理由不回定案，伊不服，打算11月向大法官申请释宪。国防法只有写要军人要服从纪律，然后剩下的规定会直接跳到说整个军人的那个内部管理教范。那内部管理教范其中的军容仪节里面才有头发的规定，所以法律的条文本身是没有写到任何跟身体啊、头发的那些规定。根据国防部的规定，新兵入伍受训的期间，头长的标准是爱剃3分头。拜四有民团开记者会，呼吁国防部甲内政部应该要参考欧洲的做法，放任对役男头长的规定，因也质疑这项过时的规定，不但无法律的根据，也侵害人权，强化性别的刻板印象。现在已经全面的开放学生的法禁，就是让学校跟学生的关系可以正常化。那我们认为，接下来对于不管是警察机关的或是军队的这些法令的限制的放宽，也是让这个军人与国家的关系走向正常化的第一步。入伍的时候只需要30秒，一刀就会被剃平。那他其实只当了1年兵，但感觉像当了3年，因为呢，就是他头发才留得回来的时间。那这些框架与想象啊，就兵役目的与能力培养的必要性而言，我们认为是应该要被重新检视的。针对役男头长管理的争议，国防部进前捌回应，为了维持军队的服装仪容、纪律甲备战的需求，所以按照规定行。也那内政部是表示，因会以国防部的要求为主。记者顾玉琪、王志光台北报道。因应台美对顶目击的承诺，台湾会伫3年内推动渔业甲制造业技工免付钱的公平招募。劳动部强调，年底进前会成立辅导团，卖来理清海外招募的费用。台湾的渔业长期正挖靠渔工的人力，为着应应台美对顶目击的承诺。台湾要伫3年内推动人工是免付钱的渔业甲制造业渔工的公平招募。对此，劳动部针对业者举行宣导说明会，也强调年底进前会成立公平招募辅导团去共抢说明。现场说明，第一个就是缘由，第二个就是说公平招募的一些注意事项内容，还有就是说辅导的措施。因为公平招募是规定，雇主爱专业负担渔工来台湾进前的招募费、海外中人费等等的费用。渔会团体是讲，这袂堪值。事实上，很多的渔业它现在是一个亏损跟营运非常严峻的一个状态，这个部分衍生的我们多的一个费用嘛，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工的招募费的部分呢，我们在这段时间有跟劳动部这边来针对移工来源国的部分来进行这个沟通跟协调。另外，制造业也烦恼可能增加经营成本，认为政府需要投入资源来协助产业。台湾跟当地国的中介会收得太高了，而且借给的这些移工的贷款，因为他们家庭环境都不好嘛，利息听说当地都拿得很高。针对业界烦恼的代志，劳动部强调，拄小劳动是即马台湾雇主请移工的风险之一。解决的方法就是实施公平招募，除了继续收集业者的意见，未来会透过招募团的立工厂辅导，提供政府的支持措施等等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
台大风险中心甲台湾世界展望会发布关注民经济弱势家庭人员公平调查，发现因的困境包括负担伤担、家电上旧等等。民团甲学者拢建议政府爱检讨补助制度甲人员设施的问题。全球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这几年热人愈来愈烧热，对真侪民众来讲，开冷气的电钱嘛愈来愈上重。台大风险中心甲台湾世界展望会今年以展望会服务的原住民经济弱势家庭发布人员公平调查，发现有要甲一半的个案人员支出都超过收入的10%，有超过57.3%的家庭因为经济问题电钱换入，多数个案的家庭已经真久到食电，要换新的嘛有困难，造成恶性循环。经济部的家电汰旧换新补助里面，大概有将近40%的我们受访者里面，将近40%他是不知道这个资讯的。那其中有1成是说，即使我知道这个资讯，那他可能补助3000块，可是事实上他中间的那个差额，事实上他也是超过他所能够负担的。台湾世界展望会嘛指出，真侪因服务的个案厝内连水电都无。也有学者表示，补助的政策治标无治本，真侪偏远地区欠缺基础建设，甚至无水道水甲雅水的供线。学者以马克思做例，这烧水也是用兄柴，不过森林资源受到国有财产法规的限制，袂当凊彩使用。政府就算补贴雅水的钱嘛无效。学者认为，能源处地的建设爱多管法规嘛要对得修正。有一些偏乡地区，真的连水跟电都没有。他们还在用山泉水，如果在这个情形下，孩子如何能够安心的受教成长？原住民族地区不是需要500块或550块，或是600块，或是700块，瓦斯不会到那边，所以你补助再多钱都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是需要更多样化的基础建设。我讲的是能源的取得要多样化，这第一个。民团甲学者呼吁政府爱强化原住民地区的能源公平，针对家庭换新的补助嘛，爱有更较有效的思考甲调整，嘛要推动节省能源的知识教育等等，或者使族群会当得到公平的照顾。记者卢尚书郑准佑台北报道。嘉义市东门医院的整修工程，误掉可能是清代朱罗城城门的物件。市府安排现场会勘，经过比对，现场确认是300年前朱罗城东门的所在。专家学者摕到文书提报的资料，19下晡来到东门医院整修工程误着清代城门遗构施工现场进行会勘，针对目前挖出来的石板，佮有现场涂骹下底的状况，甲历史资料来做比对，专家确认目前挖出来的物件，确实是300年前清代的建筑材料。它因为拿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相对关系，所以这个判断就比较不能够准确的支撑说它到底是城墙的或者城门楼的城门的建筑。文化局表示，经过委员的会勘甲讨论了后，确认施工的所在甲朱罗城东门的所在相像。目前挖出来的物件，本组委员认为是旧城建筑的遗物，但是现场目前无任何建筑的结构，会先暂停整修工程，委托专业的考古团队入来现场调查，未来佫评估刷落来工程要安怎做。我们以提报人的立场，当然是觉得说，任何的历史轨迹都是对嘉义很有价值的，无论它是清代的还是日本时期，如何去改造这个古代的城市，对嘉义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主题。那我们就是省城、府城跟县城3个城级，所以这个对嘉义来讲，诸罗县的县城，当然假若是有出土，而且能够找出来，那当然对嘉义来讲的文化资产的价值就很高了。民间文史团体指出，朱罗城是台湾上早建城的所在，到今已经有322年的历史。东门为日本时代拆掉到今，嘛已经经过120年的时间，即马有机会佫找出来，呼吁市政府爱重视这个议题，让在地历史会当有重新呈现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仔日，甲明仔载，受到西南风增强，加上低压带的影响，又发生短延时强降雨。今仔日，台湾南部地区会有阵雨，也是雷公雨；中部地区是会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地区甲平湖、金门、马祖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
上就是今仔日的中岛新闻，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柯家族，祝大家平安顺心，那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